白衣如天一绝，不问今夕是何年。淡然逍遥在人间，走过前世雾蒙蒙，世人皆在寒梦中。年波长空，扶摇直上珍苍穹。另个真容，我一笔写爱恨缱绻，文字隽永，我一笔皆变因果夙愿。对酒当歌，看我在若临惊鸿间，故意如烟，为之于三千。扶摇一别，摇尽晨光，明月送竹简，遇上青天，残星北斗，劈山越指点，风落苍间，却能可成关入二三绝，无比无人生一夜间。想不到你的笔灵这么厉害，是我轻敌了。那当然，这可是炼自西晋名士张华的麟角笔。张华曾作博物论献给晋武帝，得赐辽东多色麟角笔。床前明月光，麟角正前发扬，有麟角如露，姿容送春之说。又因为张华博物多功，所以麟角还有什么事？能通五感，可滋长人类神经，高阳，控制各种你是神经为虎冲动。高载，蜀道之难，爱上青要天。酸，要麻，要痛，要痒，我还不想上青天啊！甚至这样也行。死，好热。别以为我看不出你打什么主意，玩玩而已。我玩够了，你上路吧。活该你命绝于此。命绝，绝命诗。大鹏飞兮真八翼，中天摧兮力不济。御风击兮万世，牛夫桑兮挂十妹。后人得之传此，怎么会？仲尼亡兮，谁为出涕？竟然是青莲一笔！哼，这太阳初升，倒是让我想起太白一时。无人不知，日照香炉生紫烟。遥看瀑布挂前川。飞流直下3000尺。一世银河龙，怎么回事？好了，这是什么？哼，管他呢，反正归我了。对了。他现在有危险。人呢？我真不知道那小子去哪儿了。
老爷，搭把手！小爷啊，曹操回来了！我的乖乖，这是被掏空了多少次啊！我想拿回无心散镯，听说被郑和借走了，所以找他去要。正撞见一个女人，想把她炼成笔头。除了大脑，他全身已被无心散镯的灵气炼化的差不多了。这么严重？那怎么办啊？我也只能延缓炼化的进程。其余的，等一下，让开！我儿子在哪儿？郑和，郑和，马上把他送到市医院。好的，好的。啊，是那个姓赵的给他爸打了电话。当心点，慢点。你就是罗中夏吧？我是郑和的父亲。哎，叔叔你好。你救了犬子，我万分感谢。但你把他带到一个赤脚医生这儿来，却很不应该。不是，您误会了吧？你一个学生不学好，怎么跑来吃这种黑心回扣？哎，你，但一码归一码，这点心意以表感谢。年轻人千万别把路走歪了。我说这些可都是为了你好。对，叔叔您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做人。你是怎么救出郑和的？在濒死状态下，用绝命诗与青莲遗笔产生高度共鸣，很不错呀。嘿嘿，那当然，望庐山瀑布那招更厉害。青莲遗笔是李白临终用笔，气质压抑沉郁；望庐山瀑布气质却是雄奇疏阔。你又越念越得意忘形，所以才导致最后时刻气息不稳。以后选诗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，而且再也不许鲁莽行事。知道了，好歹还是赢了嘛。啊，对了，那个秦姨还落下一样东西。哪儿去了？这是什么？我去，什么玩意儿？老严，你干什么呢？老严，老严他怎么了？老严，哎，你醒醒啊！老严，他没事，只是和比邻神会了而已。神会？这比邻这么没品位吗？行了，我没事。小罗，跟我来。哦，你们是复联还是正联呀？啊！臭小子还给我装！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们一定是一个神秘的组织，个个身怀神秘的能力，需要执行神秘的任务，对吧？也差不多。这不够哥们儿啊！这么刺激的事竟然瞒着我！你怎么这么容易就接受了？既来之则安之，不管这是什么，我一定是被选中的新成员吧。我感觉郑和身边没人保护，很危险呀。万一害他的人又来了怎么办？你先听我解释。救人要紧。啊？其他的路上再说。这就是比邻的来历。原来如此。那我的比邻是什么来头啊？目前不清楚，要靠你自己参悟了。
放心吧，活着呢。最近怎么样？还好吗？不好意思，你没事吧？我是不是觉醒了？你这也太快了吧！小心，说不定是一种破坏性的能力。破坏性的。你这也太残暴了！这可不关我事啊！是五色笔，它的光芒能置换，千万别被迷住。这是能播的，长见识了。快闭眼！来尝尝恐惧的滋味。小荣，小荣，小荣，你还好吧？不愧是青莲一笔，怕了吧？我的光更绿。那是青色，莲乃青色之祖，所以能将其逼退。黄光是欲望，青光是恐惧，红光唤醒人内心的阴影和弱点，你们一定要小心。你们还有时间说话？去啊！上吧，冲！屁用没有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揍你！看你们还能坚持多久？混蛋，敢暗算我！留神，对方是诸葛家的，目标应该是你。堂堂青莲一笔的笔种力，看来也不过如此。你也好不到哪儿去，应该只到江烟的境界吧？胡说！如果已到郭璞之境，为何黑白两色一动不动？你妈妈！江烟和郭璞是啥意思啊？南梁文学家江烟梦见近在的郭璞向他讨要五色笔，他在梦中还笔，醒来后就再也写不出好文章了。这不是江郎才尽吗？据说是笔种主人没能在郭璞临终时赶到，只留住了他的散魂。200年后，寻到一个合适的孩童江烟，把散魂寄予在其体内。等江烟凭借郭璞的散魂才智到达巅峰时，笔种主人以其肉身为炉，变成五色笔，收归笔种。哇，老爷，魏书里边的诗有点提示啊。那个离离原上谱是他写的吧？不是。不要！小荣，小荣，心想都是幻觉，千万别信。小荣，小罗，走，走。哎，我刚才不是被串串了吗？哎，你没事吧？
我明白了，是你救了我们。原来我是个奶妈！擒贼先擒王，看我的！给我上！老爷真是个狠人呐！都给我上！好听吗？听就是好疼！你别过来！你不要命了吗？你的笔筒至少重伤我7次，别还完呐！别说！你大人有大量，就去死吧！不好意思啊，我心比较大，没什么心理创伤。你的帮手们已经废了，投降吧。既然落到你们手上，想怎么处置随便才怪！他要给自己回血。你这比灵还挺智能啊，居然能把他奶死！奶里有毒。你们给我等着，我还会再回来的。穷寇莫追。居然恢复了！原来普通人都看不到的嘛。那这个缴费是要去上面说。今天真是多亏你了。我今天好多。你为了他，你真豁得出去啊！吓死我了！英雄救美，天经地义。以后不许再这么做，生死有命，无需他人替我。嗨，怎么还矜持上了？哎，那个小罗，你去看看郑和怎么样了？快去吧。啊，还请韩丈指点。有人来了。曲老师。罗同学也来探望郑和了。是，曲老师好。郑和没醒啊，曲老头自言自语啥呢？事情我都听说了，为了一管诸葛笔弄成这副样子，不值得呀。诸葛笔，不是无心散着吗？无心散着是指毛笔的功用，由宋代制笔名将诸葛高首创，所以在行内又被称为诸葛笔。罗同学，天也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老师，我送送你。老爷，我去送一下鞠老师，你帮照看一下。哦。看来也不是万能的。诸葛家要害我，可保护我的笔又是他家的。话说小荣去哪儿了？罗中夏也没事，计划很顺利，他已经上钩了。不管我说什么，他都信，利用起来很容易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？说我上钩了，说要利用我，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字面意思。你以为我还能为了什么，才愿意跟你这种蠢货待在一起？万物有心难倦，可是渺如烟。自言无知非浅，笔墨成书简。红尘。